面讲做讲吼，虎爸共收甲迄个蛇空透鸟鼠收吼，迄个有共无？因为吼，伫个字面看起来吼，这等要共吼，拢是动物啊，佫迄个啥，甲迄个收有无吼？啊，我这么直接讲吼，这条较困难哦，这个可能爱注意听一下吼。虎爸共收甲蛇空透鸟鼠收吼，拢无共，完全无共吼。我直接讲较紧来。虎爸共收的意思是讲，甲危险的人带做伙，这号做吼，随时都有危险。简单讲，就是我进前捌讲一句死土吼，迄较深的意思，叫做红衫穿一半，有无吼？性命过外线。来，我佫讲一遍吼，红衫穿一半。性命过外线，你看伊这个有扣韵吼。来，衫做红衫穿一半，迄个红衫吼，伊啥要讲做红衫吼？我讲直接的意思就是吼，迄红衫是火啦，老火的意思。所以讲红衫穿一半，就讲已经足危险嘛吼。啊，迄个吼性命过外线，性命过外线，就讲迄个啥呢吼？就是迄个性命，那讲说过外线，就是高行去啊嘛吼。嘿，红衫穿一半，性命过外线吼。红衫意思就是吼，迄个血塞塞，然后血淋淋的，咱讲做血塞塞吼，嘿啊，好，所以我直接讲来，虎爸共收吼，虎爸共收，伊的意思是讲吼，你甲虎甲爸吼，迄个啥带做伙啦吼，收是伊生长的所在，伊的巢窟、巢穴，咱台语读做巢窟吼，这个爱记吼，你个看讲你。要讲的时阵，这句吼语言到底是较适合文读，还是较适合白话吼？像拄我讲巢穴来讲吼，咱的台语吼，咱就讲巢窟吼，这是自古早有这个意思吼，叫做巢窟。啊，这个巢是啥？就是巢啊吼，嘿。啊，咱像这咱像讲虎爸共收对无吼？咱这个用收哦，用这我收的收这字啦吼。所以虎爸共收来。直接讲就是吼，和虎爸吼带做伙，所以意思呢，就是吼，甲危险的人吼做共处啦吼。所以咱若要做句，你会当安尼讲，我看你敢要甲迄个人安尼行遐活，我看毋通哦。你若甲虎爸共收吼，那面嘛去互福气，去互家去吼。所以这个有较困难一下吼，我直接甲大家。报告吼，嘛是足月5岁讲做，敢若亲像咱拄啊讲一丘之貉共款意思，毋是吼。虎爸共收甲蛇空透鸟鼠收这无共，蛇空透鸟鼠收吼，就是迄个啥呢？较歪的叫做沆瀣一气啊，是讲蛇鼠一窝吼。咱这么安尼讲，就是讲互恁随去了解我要讲啥。啊那吼，咱这么第3条这个吼，虎爸共收，伊的意思是讲，甲吼。一寡真危险的人，其实台语还佫有一句吼，我昨昏无讲吼，今仔通啊补充，就讲吼，你甲迄款吼生毛带角，我即摆就讲生毛带角的，咱即款的就是讲咱较斗大、较水气的迄个啥台语吼，咱就是会当甲记录起来吼，看咱拄用会着时阵，自然就感觉足水气的啊吼，嘿，所以讲吼，虎爸共收意思是啥呢？就讲你甲一寡较危险的人吼做伙吼，还是讲拄则讲甲即款生毛带角的人，你定来去甲伊计较啊，你爱说伊，你吼有当时啊，你都会去啥吼，会去互福气吼。咱拄则讲生毛带角即个吼，我阁讲一个吼，讲一个就是讲咱迄个吼较直接讲吼，就是讲吼，咱啊有当时啊，讲对方安怎，咱对伊无熟的。吼，咱就甲伊，就讲啊，较亲近还是安怎吼？即当阵咱台语是会讲，就讲，对方吼是嫌是好吼，你个毋知咧吼，你敢甲伊吼安怎？即个捌听过无？应该有吼，讲对方吼是嫌吼，还是好吼？你敢知影？对方是嫌是好都毋知咧。讲这社会上吼，咱爱真注意嘛吼，所以咱一定要听我讲吼。社会是溜溜秋秋吼，食一蕊目睭，对无？社会是溜溜秋秋，迄个溜溜秋秋吼，什么意思咧？
就是咱伫讲的吼，各种情形吼，啊，各种吼，迄个吼奇形怪状，吼，各种拢有啦，吼，迄个做吼社会溜溜秋秋啦。啊，我看安尼讲较好势，就是讲迄个社会，各种的状况啊，各种啊，所以讲哦，社会溜溜秋秋哦，啊，食两蕊目睭啦，什么意思？迄个食就是转靠吼，啊，靠咱的吼家己的知识去判断吼，啊，咱爱看得清楚吼。后来